茫茫千古，渺渺天地，生生不息。何为命运？古人云：命由天定。早在你出生之前，玉皇大帝已把千年万世都写在天书上。人生不过是一出他编写好的戏，无人能逃出天书的命运。可有人认为人定胜天，就好像紫霞仙子相信至尊宝就是她命中注定的爱人一样。不过紫霞她不知道，在至尊宝心里只有娘子白晶晶，所以紫霞不服，用月光宝盒穿梭时空。偷看完了这出由上天安排的爱情故事结局之后，他决定要将这个悲惨结局改写，他要逆天而行。紫霞！收！紫霞！紫霞，你看他穿越时空到底看到什么？为什么一回来就要跟分手？为什么呀？站住！哎，别动！哦，好，我不动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刚才用月光宝盒穿越，到底看到了什么啊？刚才我在你的心里面见到一个叫白晶晶的姑娘，她曾经对你说了这样的话。你的良心告诉我，其实你最爱的不是我，而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当我看到她在你心里面留下的东西之后，我觉得你经过这500年回来要找的，不是我，而是她。你跟我都要相信，这是天意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缘分。她留下的是一滴眼泪。当他这滴眼泪抱着你的心之后，你就会慢慢的忘记我，爱上他。他不能爱上我！紫霞，你为什么不把结局告诉他？他知道自己是孙悟空，会吓死他的。你不就是要嫁给盖世英雄吗？可是我看过结局，他不可以爱上我。如果他爱上我，我就会死掉的。紫霞，紫霞你在哪儿？不行，我得带他回到白晶晶的身边。来了，紫霞，是不是眼花了？紫霞，哎，你带我过来找那个白上的女人。白晶晶。哦，为什么？她是你500年后的老婆啊。你不就是我老婆？闭嘴，在这儿等我。只有老婆才会这么命令老公。我现在在你的身上越来越能找到夫妻的感觉。啊！别进去，里面白晶晶跟白世晶打起来了，他们非得抢一个男人。你凭什么让我离开他？就是啊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你看你不要，就凭那100两银子。用钱买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有钱了不起啊！
就是啊。小鲜肉怎么会有良心？如果爱情能用100两银子买到，我愿用500两银子给你买。这么大方，我能给他的，同样也能给你呀。这招就能骗个小美眉？因此，我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深。为了表明我对2位娘子至死不渝的爱，我愿意以死明志。对，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呢？哼，看见他们2个，就好像看到你以前跟春30娘吵架的样子。你多久没见春30娘了？我听说你认识孙悟空之后就把他甩了。哼，白蛇精，我跟他的事，你操什么心？你以为我爱操心？他到处找你啊，找到又怎么样？难道我白晶晶怕他不成？算我没说，你爱咋咋地吧。侯赛雷，侯赛雷，果然是人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难怪至尊宝会对你那么死心塌地。至尊宝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是上天派来撮合你跟至尊宝的媒人。哼，我已经和那死猴子定亲了，我对其他男人没感觉。我最讨厌你们这帮女人，成天非要缠着那个死猴子。刚刚那个是我姐姐，没有吓到你吧？听着，那个至尊宝就是500年后的孙悟空，他现在变得皮细嫩肉，甩那个猴子嫁给他就对了。哦，你肯定是那个死猴子的女人，让我离开他，跟那个什么宝，至尊宝，休想叫我离开那死猴子。那个什么宝的，你留着吧，没那么容易被人骗的。想耍我，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雕虫小技，看你怎么死！哎，你想干嘛？干嘛？我去告诉他死字怎么写。哼，不要啊，姐姐！跟这种女人废话少说。姐姐，你冷静一点。哪个姐姐？你想好没有啊？我姐姐要发作了。你让开，别碍手碍脚的。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让我上身。用人格分裂来骗我，死都不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一眨巴眼就摔下来了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嫁不嫁？啊？他逼我嫁人，逼你嫁人？我春30娘在，谁那么大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一眨巴眼就摔下来了。是不是我动作太快啊？要不要我再做一次啊？别拼了，不会放过你的。认不认输？认。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们呢，就报我名字。是大哥，大哥。什么大哥？我又不是黑社会，叫师傅啊。是师傅。乖，
叫师傅，叫听话。知道。给你第一大活，做什么？勾引男人啊！勾引男人？他喽，进来。收到。哎，来，别急啊，别急。我的理想是要得到一份真挚的爱情，如果这个理想的代价是要至尊宝孤独一生，我宁愿孤独终老的人是我。我曾经相信命由天定，可是现在我相信人定胜天。我一定要改写这个悲剧，让至尊宝和他的娘子白晶晶有一个幸福的结局。你是不认识？哎，我们走吧。你不认识他？他是娘子白晶晶啊，他就是至尊宝，你500年之后的老公。500年后？对啊。哎呀，不明白。你别跟他废话了，走吧。怎么了？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，我来给你们科普一下。在一个月黑风高、阴森恐怖的夜晚，你是白晶晶，他是至尊宝，奇妙的爱情在桥头一点火就开始了。他一转身，你就忽然指向他，他的双手就着起了大火，就一把抓住他，毫不留情的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他，拼命打，拼命打。接下来的剧情呢，简直可以用高潮迭起、峰回路转来形容。过程呢，自行脑补。现在直入主题。他为了救你，他利用月光宝盒穿越时空，谁知道月光宝盒这个时候发生故障，他砰的一声就来到这里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两位实在对不起啊，我老婆呢精神有点问题。哎，走了，回家吃药，回家吃药。我没有病，带药啊！哎，走了，放开我！走了。哎呀，你还说你没病？我没有病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看，这是500年后你送给他的玉佩，他一直都戴着。那是人家的。哼，我不介意你有孙悟空，自然也不介意你有第二个男人。可是你不能偷偷还不带我。他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还用说吗？很明显是非一般的关系。闭嘴！别指望再走进白晶晶了。那你何必缠着晶晶呢？晶晶她有她的至尊宝，你有你的二当家。什么二当家？儿子他爹。你看，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嘛，我就说他有病，你又不信。好了，回家吃药。我没有病，你不信你问他，你是不是个二当家生的儿子？我觉得他没有病。哎，等，我认识你之前是有很多男朋友的，但是问我谁是二当家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那就证明我是逢场作戏的。孩子爸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，我怎么会记得在哪儿生过儿子呢？好，既然这样，以后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大家各走各的路。只有我可以甩人，没有人可以甩我。这个贱人站住！哎呀，吃药了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你啊？你人家夫妻俩的事儿，你让他自己个儿解决不就行了吗？人家白晶晶是你媳妇儿，人家好端端一对病人，你搞成这样，还让我插一脚。再说了，上天已经安排你和我在一起了，你就不能搞我们自己个儿去吗？你不可以喜欢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先认识他的呀。没有啊，我认识你先呢。怎么会呢？你明明是为了要找他，所以你才来500年前再来认识我的。你是500年前，我是500年后我才认识他，但是认识你先了。但是500年的账我都算清楚了。来，我们继续来，贝儿哥。干什么？嘴巴臭。我明白了，你又变回青霞了。这一巴掌是他打的，爱情是无谓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姐姐吓到的。明白，爱情是需要时间的。你积极冷静一下先吧。哎，见。你刚才为什么打他呀？他吻我，我不打他。你自己想死，你去那个结局，我是不会陪你去那个结局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那个结局重写，有他一个人在这儿。完了，你没救了，你死定了。什么？我就是不想死，所以才来搞定这件事情啊！你硬要改写结局，所有的事情当然乱套了。那就行了。历史是我不能嫁给牛魔王，现在就是可以嫁了。如果我嫁给牛魔王，至尊宝就会死心，我就可以不用死。好，去找牛魔王。紫霞，你在哪里啊？紫霞，你在哪儿啊？哎呀，烦死我了！紫霞，紫霞，紫霞你在哪里啊？
紫霞，你在哪儿啊？再走不出这沙漠，我就叫遍了。紫霞，什么东西啊？孙悟空，你本来是答应了如来佛祖要陪着你的师傅唐三藏去西天取经。孙悟空？可你现在居然跟牛魔王勾结在一起，竟然想要吃了你的师傅！哼，少啰嗦！你追了我3天3夜，我看你是女人，我才不打你，别以为我怕你。悟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说话呢？东西？错，是唐僧。我刚用月光宝盒穿梭时空回来。你欺师灭祖要杀我，我不追究。可你这样骂观音姐姐，就是我这个师傅教导无方了。对唐三藏这个品牌很有影响的。你看，他又扯到哪里去了？我要杀你，我要杀你，是因为你偷了我的月光宝盒。混蛋！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我偷你的月光宝盒是因为你要杀我，你不杀我，我怎么会偷你的月光宝盒逃走呢？你要杀了我，当然要逃走了；你不杀我，我当然就不走了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我有没有道理呢？我受不了你了！你受不了我，我受不了你了！孙悟空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去时空穿梭，波叶菠萝蜜。孽畜！雕虫小技，把老孙撒泡尿都比你厉害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手上的金箍棒是跟东海龙王借来的定海神针。要替天行道。收。
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贤弟，贤弟，你在哪里啊？鬼啊！我贤弟，谁？可找到你了，贤弟。我，贤弟，我呀，牛魔王啊！牛魔王，惨了，牛魔王，你抓到唐三藏了！太好了，有你的。明明是阿凡达，怎么可能是唐三藏？施主，哦，施主，你化成灰，我都认识你。出家人啊，真不应该讲诳语。阿弥陀佛。你现在知道也不晚。贤弟，我介绍我的新夫人给你认识，快跟我走。哦，回来。哎。玉帝，我已经把孙悟空收了，特来交旨。辛苦了，真是有劳观音大师。此次去到凡间，我发现凡间的怨气越来越重，妖怪也更为猖獗。我不记得天书上有这样的记载。观音大师放心，天书乃宇宙规律，是不会有错的。也是，但愿真的如你所写，紫霞的死可以感化孙悟空，让他陪着唐三藏去取经。贫僧就先行回去向佛祖回话，等待迎接取经人。观音大师慢走。六耳猕猴，你这次假扮孙悟空去取经，果然把所有的人都给骗到了。我这个偷天换日的计划，终于要大功告成了。出来！我就知道我这个计划完美。当初我发现天书写错了，竟然写至尊宝这个孙悟空比唐僧猪八戒晚出生了500年，搞得整个团队3缺1呀！幸好我碰上了你这猴头，先由你顶包撑上一阵子，直到真孙悟空从500年后回来接手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。厉害吧？哎，这也得找一个像我这样演技高超的人配合才行啊！就连唐三藏和观世音菩萨都没有认出我是六耳猕猴假扮的孙悟空，天才呀！不错，你这六耳猕猴果然是作假的高手。来吧，干一个！来！哎，合作愉快。这要说作假，你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，玉帝！过奖过奖。不过好像还有些首尾要收拾。怎么了？烧死你！你吓死我了你！哎呀，我真的是要烧死你啊！反正当天你罪犯天条，判你在丹炉里以天火焚身，是我瞒着大家放你出来的，不然你怎么肯下凡帮我做这件事呢？你是不是要找这把刀啊？啊？拿去啊，我递给你啊。哟，你不能动啊，你有事啊？可我没事，我吃的解药。你过河拆桥！哎呀，我呢，只不过是还原了应该要发生的事情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紫霞、青霞初到天界，你骗了青霞，犯了天神不该犯的弥天大罪，本该就烧死在丹炉里。就算我现在烧死你，你也是在人间
多玩了一段日子，也算是赚到了嘛。那我怎么能算是过河拆桥呢？我们说好了要共用一个肉身的，怎么变成了白天我用，晚上你用，像以前一样？你为了让至尊宝死心，居然想出嫁给牛魔王这种馊主意。如果晚上我不掌管肉身，那蛮牛爬上来怎么办？你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这是真正的理由吗？没错。月光宝盒呢？你把月光宝盒放在哪里了？谁？害怕了，秦香菱。不是怕，是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我知道观音在追杀你，我是过来救你。不信吗？有了他，观音就没办法找到你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我就知道，不会那么好心的。说。那天，你为什么不辞而别？我这种人，喜欢自由，不喜欢被绑。你可以辜负我，我原谅你，但你不能辜负唐三藏。为什么？孙悟空，我追了你3天3夜，还不快现身！我帮紫霞引开他，就说月光宝盒被你偷走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看你错过一次，不想再看你错第2次。哦，你去见那个坏男人了。紫霞，紫霞仙子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儿啊，有人问你妈是谁？我妈，我妈别名铁扇公主，正名牛魔王夫人，一般人称大老婆，专收拾你这小三。啊！牛哥哥，贤弟，我正愁婚礼主菜吃什么呢，你就把唐三藏给我抓来了。要不然咱们就来一个乱炖唐三藏，怎么样？我们还不是很熟，对不对？你告诉他，我们其实真的不是。耶！我们才刚认识没多久，对不对？死一边去！啊，紫霞，至尊宝啊，还是你老婆？四牛啊，老婆孙悟空啊，我4个人收了6个，一看他们的关系就很复杂，你明白吗？啊？你居然背着我找小三！哎，你拿这块令牌去找我妹妹牛香香。对，快去啊！快起来，起来！站住！走了。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行不行啊？商量你个死牛头！你下来！下来！打死我也不下来！下！就不下！下不下来要死！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没跟着你啊，这是上天安排的。你说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吗？我不可以走的，你还是回去找你娘子吧。施主有什么用呢？他人走了，他的心还是在你这里的。这位是火星人。什么？啊，他经常穿越时空，啊，脑子有毛病，还说他去过月球呢。我说错了吗？他的眼睛里不就只有你一个吗？哼！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是你说的。谁能拔出这个紫青宝剑，谁就是你的如意郎君。
我们到此为止，我们分手。不行，我们才刚刚开始，怎么那么快就分手啊？我不喜欢闪分。我也不喜欢啊。哎，你哪来的小屁孩？快走！去哪儿啊？有不疯？人家走，快走！那什么呀？壮观！糟糕，三昧真火！你来着！你什么意思？好，够你了！有点冷，快！喂，我走不进地狱闭嘴！去不去？那我明白。我跟你拼了！撞上了！啊！学长，抓住牛角啊！我操！你让我搞的！爱抚了硬，我顶不住了，顶住啊！姐姐，你顶住！耳朵，你要顶住啊！全靠你了！姐姐，我没事，你别硬撑了，快到我身体里去休息吧。我以为我红孩儿飞不起来要靠火陀罗，怎么连你们神仙都飞不起来了吗？是不是要把我这个火陀罗送给你们啊？火陀罗？怎么在你们那儿？哎，不好意思。
叫你们来的？他不是一直看不起我？他说我修炼的妖法太残忍，不应该以形补形。我哥说，别人修炼了1000多年，我一口就将人家的东西据为己有，不厚道。对不起，太可怕了。我哥那么爱面子，他也会来求我，难道他是为了那个女人？这个女人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神仙，我随时能成为你的嫂子，你不能吃掉她。看在你是我哥结拜兄弟的份上，我给你点面子。孙悟空，你最会花言巧语，我不是你外面的蠢女人，你当我傻呀？我哥怎么会娶一个神仙？因为你哥想移民，娶了她就可以有户口，直登仙界。唐三藏，你在我眼里不过就是块食物，这儿轮不到你说话。谢谢，你终于让我知道，我只是地球上的一块食物，而不是来自火星。你耍我！你不用生气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们可以自己走。我不说走，谁也不许走。来呀！哎呀，好像换了个人呢。对，我是他的姐姐青霞。双重性格是种妇科疾病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是迷雾。碰巧，我今天早餐吃了一条双头蛇，看你的双重性格受不受得住。我不怕。我等着你。你吓死我了你！我以为你死过去了呢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来，有，帮我扶你。为了你，我不可以让自己死。没错，要死我们得快乐到死。但我们不会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你一定要跟别人在一起，不可以爱上我。不，你说清楚点。在感情的世界里面，明明爱得要死，却又不可以承认，简称叫做苦衷。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不只是琵琶，我拿刀捅死你！说有什么苦衷？哦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苦衷？我用月光宝盒去到未来，看了我们的结局。啊？我死了，你孤零零一个，像条狗，好凄凉。人生总要一死。你说这人世间的情侣都像你这么想的话，恐怕自己剩下的只有伤心了。你说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夫妻吗？可是我怕你现在回忆越多，以后你会更加伤心。不怕，我知道月光宝盒在牛魔王那儿，我跟你一块把它偷出来，一起走。就算难逃一劫，我们也快乐过。爱过方知情深，醉过方知酒浓。人生只有一次，
千万不要错过。太可爱了。这块令牌是我满18岁的牛妖证，是你家人亲自打造给我的，我一直在他身上。我今天来不是因为有事要求你，我是来认错的。你吃错药了吧？跑来跟我认错？我是吃错药了，我得了初恋绝症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初恋是在结婚以后。自从遇到了紫霞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，我才知道这100多年你过得有多孤独。你现在知道有什么用？螳螂哥能起死回生吗？螳螂精的本性是要吃掉伴侣的，我不吃掉他，他就会吃掉你的。吃就吃！螳螂哥是我一生所爱，我宁愿他把我吃到肚子里，我也不愿意就剩我一个人，天天生不如死。哪有什么一生所爱？哎，他只是唱歌，没有说话，随他去吧。真的有一生所爱，而且是唱出来的。从今现在过去留在包内，红红落叶沉埋尘土內。開始終記總是沒變改，天邊的你漂泊，不還愛。苦海翻起愛恨，在世間難逃避緬懷，生死竟不可接近，話我應該相信是緣分。都一群嫂子，看我不打！两个男人接吻。香香，哦，贤弟，贤兄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贤弟，你听我解释。香香上次流口水是在100年前爱上螳螂精的时候，跟今天的情形是一模一样。我看她是喜欢上你了。但是刚才是2个人接吻，他会不会喜欢上唐三藏？不可能，在香香心中，唐三藏不过是一块食物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没我什么事了。请。你这个人，香香今年180岁，还是待字闺中。难得她这么喜欢你，那你们这桩婚事，就我这个当大哥的帮你们做主了。就这么定了啊！没想到你还有温柔的一面啊！那当然了。紫霞，老实说，我没有什么恋爱经验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你才会开心？哎，你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！刚才我跟唐僧接吻，哎，你没杀我，反倒喜欢上我了啊！虽然我风流倜傥，纵横情场多年，
但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能接受我男女通吃的人。就是你跟唐僧的激情一吻，勾起了我的初恋。先生，你为什么不听哥的话？我都说了，女孩子是不可以去上学的。谁说女孩子不能读书？给我站住！你回来！哎，等等等等！哎，上来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当时同学们不知道我是女孩子，觉得我们离经叛道，我也懒得理会世人怎么看这段初恋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螳螂哥。若从那一天起，我一看见螳螂哥就会流口水，没想到我今天看到你，我会。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啊！我虽然风流，但是我从来不横刀夺爱。我觉得你还是去找你的螳螂哥哥吧。太迟了啊！当年我哥怕他会吃了我，已经把他杀死了。不会吧？我之所以会吃妖怪，是怀念螳螂哥和七友哥。螳螂哥哥的死不重要，月光宝宝被你哥从唐僧那儿拿走了，你就直接去跟他要啊！紫霞，你看，你就可以改变历史了啊！都可以放下。我那么难得和我哥哥和好，这是我的晚餐，他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。留给你。如果我真的回到从前改变历史，和螳螂哥一起，我怕我哥会遇不到紫霞姑娘，那我就真的是横刀夺爱了。所以我是不会要回那个宝盒的。是吗？哎呀，这么好的女子，让我遇见了，太幸运了，太幸运了！你给我过来！贤弟啊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紫霞笑啊？哎，简单，来，这还不容易吗？跟他玩个游戏不就行了吗？怎么玩啊？月光宝盒给我，给你。这个游戏呢，叫时光倒流之有惊无险。怎么玩？哎，你，过来，拿来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拿着坨牛屎砸你老大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算了，别让他开心了。哎，等，你马上用这个牛粪砸我！啊！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预备，来了！来吧！真的！不假。啊！我不怕你的。般若波罗蜜。还好。好不好玩？好险！牛粪又来了！师弟，来了！走你！快点！没事，时光倒流回来了。贤弟，这个牛粪会不会一晚上飞来飞去的？哎呀，不用怕。对于月光宝盒的使用呢，本人最有经验了。我已经掌握它的所有性能，只能让牛粪消失，整个东西都会保持原状的。你赞？是，还好。啊！牛粪！没事，我去洗把脸。还有什么好玩的？你那小孩啊！菠萝波罗蜜。他去哪儿了？想知道吗？菠萝波罗蜜。
爱你是注定的，要不要走？你决定。好，走。般若波罗蜜。对吧？我就说他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吧？对，般若波罗蜜。你们干嘛？大王，他勾引嫂子，骗你用月光宝盒跑路。啊！不如命！快用月光宝盒逃走！我跟后。站住！也不过如此。姐姐，你快走！跟我回去，不能离开我哥。我要杀掉你这个死猴子！恭喜伤害他！黄脸婆，我打这个猴头关你什么事？那不打你女人又关你什么事？输了打我女人，当然关我事。他又不是你男人。啊，他是你男人？你可以出去玩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个贱人！八婆，你做的好事！谁是八婆？我就说你是八婆，闪开啊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！你闭嘴！你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人打？你可以为了一个女人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闭嘴！他到底是谁？他是你爹的贤弟。又关我事？你放我下来！不好，连环勾引嫂子事一笔勾销。但是你以后要好好对待我的天妻，听着，明天就请她过门啊！我去紫霞。六耳猕猴，你的死是值得的，因为你，这本天书所写的一切就会变成千真万确。因为你，我这个完美无瑕的玉皇大帝就不会被人知道我写错了天书。所以你死了之后，这个秘密就会和你一起消失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紫霞一死，至尊宝就会变成孙悟空去取经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！小六，小六，有人改写历史！哇塞！哎，玉帝，什么事啊？玉帝，你已经好几天没有上朝了，我们大家很担心你啊。真只是有一点感冒，自我隔离21天，免得传染给大家。不对呀，天书上说，神仙是不会病的呀。不对，我那哮天犬也是咳了好几天了。难道天书是错的？天书错？天书怎么会错呢？当天明明是你登记的时候不会写“犬”字，把哮喘犬写成哮天犬，
他现在感冒咳嗽是正常的，而你身为天将，没有文化才是不正常的。回去好好的自己反省一下吧，文毛。哎，那神仙生病到底怎么解释啊？说我没文化，哼！小六啊，你就再帮我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你写错天书是假，你答应我的事情是假，我才不相信你呢。好，小六，你就再帮我这一次吧，宁死也不会相信你。那你走吧。当天你罪犯天条，我已经宣布你死过一次，我让观音收你，你死第2次，将你放入丹炉，现在已经是第3次了。在天规里面是没有一条可以判一个人死3次的，我欠你2次，你走吧。你走了以后，就没有人代替至尊宝变成孙悟空陪唐三藏去取经了，这些就会被妖魔蛊惑，天下将亡，你的儿子也难逃一死。真的走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听错了。你是不是说我有个儿子？你听错了，没有的。你说清楚几点披荆走？你还欠我2个人情，说我是不是有个儿子？我答应过这个女人不能说的。走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？我派你去护送如来佛祖日月神灯里面的一对孪生姐妹。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要跟你生的一模一样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也不想长得像你啊。你刚才那个女孩孪生姐妹，你肯定是青霞仙子了。再下流猕猴，以后我们要朝夕相处了，交个朋友吗？就凭你，省省。有问题吗？你全身上下都是毛，跟个红毛丹似的。先回去把毛剃干净之后，再来学人家追女孩吧。因为这句话，你变了个人样，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。我听你的话，把身上的毛全剃光了，而且给自己起了名字叫秦祥林。当日你跟青霞亲近，犯下天条，就在大家要将你处死的时候，朕终于想到可以代替在500年后孙悟空出现前的人选——金丹炉。所以朕跟你协议，偷偷放了你。但是你走了之后，我才发现，青霞她已经怀了你的骨肉。哎呀，总是在讲到最精彩的时候，他就来敲门。又怎样？玉帝，我求你救救我妹妹。你妹又怎么了？我们和好了，可是她被牛魔王抓走了。天书是这样写的，我又能怎样？你可以的。六耳猕猴、唐三藏，他
他们都是来帮你弥补的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天书写错这件事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说出来而已。什么？那天你派他去凡间，我全都偷听到了。他之所以不辞而别，是因为他不想跟我在一起。所以我求你，求你把肉身还给我。只要你可以救紫霞，我立刻自行了断。我答应你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的。我求你了，玉帝。你的肉身在虚渺宫。谢谢玉帝。为什么那时候有了我的骨肉，他没有告诉我？我也曾经这样问过他。作为一个女人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留不住，也算失败。如果用孩子来绑着他，他留下来也是为了孩子，不是为我。与其到时候两个人都不开心，不如让他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快乐。那么这个女人，也算是对得起这个男人了。我将他的肉身收了，是要他跟紫霞共用一个肉身，让她们姐妹到凡间修炼，同甘共苦。而他的胎儿，我就借用春30娘的身体，把他打到人间，让二当家背了这黑锅。我用月光宝盒把他运回到500年前，正所谓天上1日，人间10年。现在他应该已经长大了，因为他是一个仙胎，所以在凡间会与众不同。任何人只要吃了他的肉，这次我不问你妈贵姓，也不会跟你讨论人与妖的理论。我跟你聊了这么久，你给我点反应行不行啊？这是牛妖基本的素质，你懂吗？你有反应啊？牛掰！你找一个有聋有哑的陪着我。刘府婚礼现在开始。七色彩云。别怕，汉雷不会下雨，是吧？没下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到底是谁？是我啊，贤兄。真的是你！哎，牛夫人，我孙悟空今时不同往日，我是个非常低调的人，请自重。既然你是我贤弟，为什么不转过身来说话？一个人做错事，自然就没脸见人。当年我在你家跟嫂子偷情，对你不住，接着又跟其他的女人对嫂子不住。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还找了一个人去顶包，我又对他不住。好小子，我早说过我不是孙悟空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看过结局，至尊宝，你才应该是孙悟空。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当初我穷凶极恶，坏事做尽，今天我回来，只想找回一条生路。悟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师父，弟子昔日罪孽深重，幸得观世音大士指点迷津，现在一息归于我佛，
绝不会再留恋世间半点情欲。护送师父西天取经的重任，弟子愿意一肩承担。善哉善哉，你终于迷途知返了。死猴子，想当年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管人家叫牛夫人。舔你个头啊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猴头，今天还好意思让我放过你？贤兄，以前我始乱终弃，你现在何尝不是抛妻弃子、抢人老婆？你抢人老公，而你自命与螳螂精情深意重，真爱至上。你杀人如麻，还帮着你哥哥棒打鸳鸯。今天不是你们放我一条生路，而是俺老孙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臭猴子，今天是我大哥大喜的日子，你敢来砸他场子？臭猴子，满口胡言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你干嘛？我以前是山贼，开锁有这么难的？走，救唐僧。对不起，来迟了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妇科疾病。
来没有时间完成天书这个任务，我们兑换衣服，调换身份。哎，哥，你怎么样啊？哥，你没事吧？吃了我。什么？吃了我，你就可以功力大增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打败孙悟空了。不！想想，哥欠你这么一个妹妹，就当是给哥一个赎罪的机会，拿哥的命换你的螳螂哥。我不可以。想想，哥从来没有求过你，这次就当哥求你好不好？哥求你好不好？我求你，哥求你。哥。仙家，今天孙悟空为了完成取经的任务，与牛魔王决一死战。我们下凡助他一臂之力。领旨。难不倒俺老孙！别齐天大圣，我比天还大，今天就把你灭了！天兵，开打！是时候了，牛魔王兄妹受死！去你的！紫霞，别过来！孙悟空，我得不到紫霞，你也休想！天罗地网！天罗地网！姐姐，冲！我来了。我和我妹妹一样，
我们的意中人都是踏着七色彩云的盖世英雄。之前你不是，可是到了这个结局，你是。放心走吧，你会重生的。我跟玉帝有个协议。紫霞死了，孙悟空陪着唐三藏去取真经，这个结局也堪称圆满了。师兄，别打我！哎呀，师兄，我求你了，别，我真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快点！离一日千里差好远了，取什么经啊？快点！他那么急，赶着去哪里呀？师傅，你3天3夜没下过马了，你行不行啊？快点走！屁股好痛！废什么话！快点走！你错了，你还看呀？别让我追上去，追上去我打死你！只有你咁勁，就係共你要。他这么干，是要回去一家团聚啊？你搞什么？你说好了各走各的路，你像个冤魂一样的缠着我，你烦不烦？我什么都没做到的呢。天上一日，人间10年。如今唐僧师徒已取得真经，普度众生，神仙从此不再生病，连哮天犬的哮喘也好了。四海水产丰盛，再无痴男怨女为情自杀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人长命100岁。出入鬼门关的人都少了很多，阎王和他的夫人都十分高兴。唐三藏恢复金蝉子罗汉真身，封为旃檀功德佛，戒掉玉清宫抄写经书，常伴父母膝下。夫君，全靠玉帝开恩，让你代替我妹妹，跟我卷在一起，做灯芯。你不要以为他那么简单，我看他是想监视我们全家，以免被人知道他写错了天书。小人之心。惨了！天书又写错了，这回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呀！一生之中，你心愛是誰？你為何老是來去未疲累？來去散聚，是緣分所味。此生何故揮不走，放不開，逃避卻似
我俩像雨水风中散聚，辗转是泪，反复似醉，在天地间多唏嘘。我願能每日全為你獻生趣。我願能每夜陪着你安睡，一生一世，也相對伴隨。闊別後，盼望來世又重聚。來去散聚，是緣分宿命。此生何故揮不走，放不開，逃避卻似是罪。天寬地大，所愛是誰？我倆像雨水風中散聚，輾轉是淚，反覆似醉，在天地間多唏噓。天寬地大，所愛是誰？我倆像雨水風中散聚，輾轉是淚，反覆似醉。